好多謝你哋邀請我啦，咁今日咧又帶咗兩首歌俾大家嘅，第一首咧就係嘟嘟送俾你哋。Baby， 將街角咖喱甜，用菲林機卡擦這茶點。想着期待，嘟嘟嘟嘟，我想着流淚吧，已變一未見得那麼可怕，可以趁暑假落出發，只想要平靜，嘟嘟嘟嘟，只想快陪着爸時變好僻靜句，越不失去有他去放膽去，將我熟睡。大家有手機燈嘅話，真係可以開喎。遇見戀愛342，換了變開 threats 再去冒險，夜了歸家特別抱怨怕被扣分，口信逐個聽了當冷，但你無意中你行近，俾隻手我啊！嘟嘟嘟嘟，我想再流淚吧，已變一未見得那麼可怕，可以趁暑假落出發，只想要平靜，嘟嘟嘟嘟，只想陪着爸時變好僻靜句，越不失去有他去放膽去，隨便進水，總會期待嘟嘟嘟嘟，總會流淚吧，越要忍越會想亂了思緒，曲出去跳出去沒對白，只想要平靜，嘟嘟嘟嘟，只想快陪着爸時變好僻靜句，越不失去有他去放膽去，點點心碎。送俾你哋，嘟嘟。自拍一陣，如果我落台嘅位可以同到我自拍嘅咧，今日可以自拍，之後就可以 po 上 IG，之後可以 tag 我。如果 post 到咧，我就會 po 翻上㗎啦。送俾大家，張發樂、謝克曼兒 Snap It。手機能 flash 得加高，產配送賣兩個，仲揀個 feel 上傳鋪照直到。新馬前新衫收佢心的第一步，當我睇一天生日偏偏起舞。越伴走其實該爭議，有沒有約定大家爭18點？Be well, be live happily。張發樂，這浪漫年嚟啦，洗一朝片，快樂越快，連續那3秒自嗨，讓聊天，我這故事想對話，這刻開口，想記錄，先當我戀較好，皺還未散，還未變點都拍到片。
願望早已其實該中意你，有我有約定那間餐室8點。BYOB， 你再拍嘅，嚟喎，嚟啦 ！One two three， 唱啦！這晚年，I'm feeling最焦點。在我的在3個電台，這故事想對啦，這刻開頭嚟好啲邊個負責？唱翻首歌，哦，你哋係咪想揸機啊？哦，一齊啦！誒，咁咯，好啊，好。哦，好細啊！哦，我見到你哋 ，hello， 好嚟咯！我哋俾個耶手勢好唔好啊？我手啊，嚟咯！1、2、3。OK， 大會呢度有張，1、2、3 ，Cheers！ 好，咁我哋喺你落台之前，不如問你幾條問題啦。好，我問啦。咁我知道你除咗唱歌之外咧，仲作過好多首熱門嘅歌俾其他人啦，例如係 Nancy 嘅《You Took My Breath Away》啦。咁你比較中意做幕前唱歌，抑或係幕後作歌咧？兩樣都中意嘅。天氣熱嘅時候，咪中意喺屋企嘆冷氣做下歌咯。如果凍我哋可以出去玩下咁樣咯。都中意嘅，幕前幕後都好開心。我都知你除咗唱歌之外，都有女子組合 Beanies 喎。咁你中意一個人唱歌定係同組合一齊唱咧？哇，兩個唔同嘅快樂啦，一個就可以頭先咁樣亂咁肥。如果5個女仔咁樣跑嚟跑去就好亂啦，但係5個一齊唱歌係有一個magic 喺度嘅，即係啲和音啊嗰啲，所以我兩個都好中意啦，唯有係咁答啦。咁我再問多你一條問題啦。咁我見你 IG 有個系列叫做本故事不純屬虛構 ，based on true stories 啦，就係同唔同嘅有唔同主題訪問唔同嘅人啦。咁我想問你平時創作嘅靈感會唔會都係基於日常生活嘅咧？例如好似頭先影相。哦，係㗎，可以少極於可能一張紙巾咁啦，可以係一個 inspiration 啦。所以我覺得inspiration is basically all around and everything is content. So yeah， 大家想拍片就而家拍，想影相就而家影相，做歌就而家做。Yeah。好，咁我哋 thank you Jackie。